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次的圣诞节假期，我们选择到了日本的东北去游玩。那第一站是山形县一个很有名、很有人气的地方——银山温泉。至于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有名、那么有人气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到站之后，一走出车站，就能看到各个银山温泉里旅馆的接驳车在外面等着各自的客人。这里大部分的旅馆呢都有专人的接驳巴士，不过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哦。坐了差不多15分钟左右的车，我们终于到达了银山温泉。因为这里的路比较小，所以巴士会停在入口处的停车场，司机大哥会带领大家走进去。至于行李呢，会有专人开小车帮你运到旅馆，并搬进房间，是不是很贴心呢？我们这次在银山温泉选择的温泉旅馆是古山阁，一进去就能看到日本那种古色古香的传统设计。在登记好入住之后，有很热情又很健谈的女将阿姨，一边介绍旅馆里的设施，一边引领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去。我们这次住的是在3楼一间靠街道的房间。房间的窗户一打开，就能将银山温泉的街景尽收眼底。这间古山阁一共有3个温泉，一个是位于1楼的大众温泉，当然男汤跟女汤是分开的，而另外2个是位于3楼的私人租借露天温泉。这里的私人租借温泉完全不需要额外付费，只要外面的吊牌显示空，就可以自己随意进去泡了。这个私人温泉很适合情侣、夫妇或是一家人一起来泡。当然，如果你比较害羞，不敢脱光光跟大家一起泡大众池的话，这种私人温泉也很适合哦。但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进去之后要记得锁门哦，不然一不小心变大众池就糗大了。再来，泡完出来之后要记得把牌子给人家翻过来，这样别人才知道里面没有人可以进去泡了。那我们这次因为就住在3楼，一出房间就是租借温泉了，所以就没有下到1楼去跟人家坦诚相见的泡大众温泉，而是我们一家4个女生全部挤进去那个私人温泉。其实一点都不挤，浴池蛮大的，右边这一间大概可以坐6个人不是问题，只不过会有一点挤而已。而左边这一间就很大了，它的浴池是右边那间的2倍，我觉得大概能坐下10个人以上。如果自己泡的话，还可以小游泳一下，爽爽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山阁的料理超级好吃的。晚餐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餐，女将会移开大桌子，为每个人换上小茶几，上面放着几道料理，然后不断的告诉我们后面还有，反正就是多到让你吃得饱饱的。至于早餐呢，是在2楼的食堂享用的，它也是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也很精致。早餐的分量看起来好像不多，但是可以吃得很饱。那如果你觉得不饱的话呢，米饭跟味噌汤都可以要求女将帮你再添哦。那天我们隔壁桌的台湾男生就添了3次饭。那银山温泉这个地方之所以会这么有名，其实是因为这是一部很老的日剧《阿信》的拍摄地点，还有也是一部很有名的宫崎骏动画《神隐少女》里面的油屋跟虹桥的取景蓝图。银山温泉这里是一条蛮小的温泉街，左右2边有温泉旅馆跟一些小商店，而中间是有一条小溪隔着。这里真的是不太大啦，你从银山温泉的入口处一直不停的走到底，
可能大概只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走完了。不知道这样子说是不是有一点夸张，但那边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好，如果想看更多更完整的介绍或是 Lisa 的其他旅游资讯的话，欢迎点下面资讯栏的网址，或者是直接打哇哇 TV888点匹克邦的 PIXNET点 NET 到我的部落格来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要记得按一下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。